中央银行要伫3月20日开理监事会议哦，外界认为可能会阁成利息。经济部嘛要伫3月中下旬开经济审议委员会，那登记企业物价嘛可能会对起。有央行的理事就指出讲，目前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阁无降利息的空间。点心店开门做生意。 电火、电风、冷气，甚至是营业用的冰箱，万项拢是成本。经济部3月中下旬就要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，讨论电钱敢是要起。不过，伫这进前，煞是先提出一个难题给中央银行，因为3月20就是今年头一季理监事的会议，外界预测会有预防性升息的压力。 这可能是2个升息的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理由。第一个就是预期性通膨啊，因为就是要预防性的升息啦，对。那第二个就是刚才主贬哈，升息的话，那台币的利率会强一点。我觉得可能是持平的可能性可能比较高啦。 审查了后，台经院院长也就是中央银行理事之一的张建一，都捌指出，4月份电价面临爱起的压力，恐惊会成做未来物价跌得起的原因。无排除会冲击民生服务业，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加扣关税、联准会货币政策等等，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恐惊无法度登去到 1.5% 以下，也就是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捌讲的降息的标准。不过，嘛有学者推测。 受到川普政策的影响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相关，真有可能会依次现踪。我相信大概央行应该是不至于会有一些升息的动作。如果说当这个整个经济情势不稳，甚至产生所谓系统性风险那到时候搞不好那个面临的问题不是通膨，而是通缩，不见得这个时间点会是一个打房的好时机。升息恐惊会引起房市起炒变卖。有学者分析，3月20的利率依次不变，连世界无变的机会真大。今年台湾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比去年较温和，下半年颠倒有机会降息。不过后续的发展影响的层面是不可看，政府要安怎来稳定物价压力，外界要持续的观察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